身上有股异味。嘘，你疯了吗？说这样的疯话，你还想让大王看上你？那假如有人问起，姐姐该如何应对？就说什么都没闻到。你等退下，后面的上前来。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你小女子尚蓉儿，拜见大王。何故离寡人那么远啊？大王神武，小女子敬服。上前来。再上前来。寡人问你，你可闻到什么气味没有？说话呀，闻到没有？香味儿，整个大殿都是熏香的气味。哼，还磨叽什么？别耽误了别人的好时辰，快走吧。你民女圆珠，洞庭人士，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长得果然不错。你老实的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寡人身上什么气味没有？寡人身上的气味。你说没有，那你为何憋着气，连话都不敢讲？下去。你小女郑秀，拜见大王。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？是的，小女子真真切切的闻到一股气味。闻到了什么气味？一种特殊的气味。特殊？一种大王身上独有的气宇轩昂、动人心魄的气味，一种让天下男人都爱人失色的气味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来，来寡人身边来。是大王。听你刚才那般讲，你是喜欢这个气味了？闻到这股气味，小女子情不能已。你当真喜欢吗？今日寡人见了那么多个，只有你最合寡人的心意。寡人赐你杯酒喝。谢大王。来。大王，这里青山绿水的，真是个好地方啊。青山再好，好不过你秀色可餐。大王，大王，
母后何事？今日祭奠先王，要焚香奠酒，礼拜插领。公子公主们要站到前面，嫔妃要按照位分排到后面去。爱妃，委屈你了。反正这种事情，我也不愿意站到前面去。夫人怎么了？啊，轻点儿！手都红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好疼啊！夫人，您再忍忍。这是大蝎子草，蝎子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当年我娘亲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。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呢？我娘亲是相妃，早就过世了。你也是公主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在这种鬼地方？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好了，这草清热解毒，再过1-2个时辰，你的手就没事了。谢谢妹妹古道热肠，来日郑秀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大王祭礼，拜！起！大王奠酒。叶妹妹。是月妹妹吗？舒姐姐，月儿正想找你呢。月儿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月儿好想你啊。是啊，见你好难，我适才也到处找你呢。我刚好给一个面生的姐姐帮了点忙。那人是郑秀，这几年新晋的嫔妃中最受大王宠爱。去年生了位公子，大王将他提了男后的位分。不过，母后很不喜他。宫中女子，除了你，有谁还能让魏后欢喜呢？宫中的姐妹，也就属你最倔强。有的人可会讨母后欢心了。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，让你和米荣回宫。听说，屈原大夫也在想办法。你还不赶紧把嘴巴变得甜一点儿？月儿不会变。也不想变，回宫有什么好的？你看这儿，天宽地广的，多自在啊！就算你不想回宫，你也不替米荣着想。米荣已经10岁，他不能总在这陵园守灵啊。你们在这个地方，像庶民一样无声无息，野生野长，诗书礼乐射御全都与你们无缘。将来米荣总要走到人前去的。若是没有封号封地，他成人以后如何安身立命？哼！再拜！起！退！众公子祭灵。
祭奠已经开始了，舒儿哪儿去了？再拜。母后，婴儿是才看到有人硬把舒妹妹给叫走了。何人这样无礼，耽误了祭奠时辰？先王是要怪罪的。母后说的甚是，那人啊本来就不曾受过教化，不知礼义廉耻。但婴儿最担心的是，万一他带坏了舒妹妹。退。你们在这儿有肉吃吗？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韦后，多年未见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芈月不知做错了何事，让韦后震怒，还跟我顶嘴，跪下！你自甘堕落罢了，还竟敢教坏我的舒儿！母后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你可知今日来先王陵园做什么？时辰是已经算好了的，祭奠已经开始。你不在先王那儿尽孝，反而跑到这儿来跟芈月混在一起。舒儿忽略了时辰，是舒儿的不是，求母后不要责怪月儿。尽良者惠，尽愚者痴。若不是这个丫头，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？母后，我拜见韦后。月公主若是有何差池，都是奴婢的过错，望韦后恕罪。我跟公主们说话，什么时候一个奴婢可以随便过来插嘴？贵贱有别，公主是贵重人，即便是出了过错，责罚也该由奴婢承担。来人，在。把这无礼的奴婢拉下去，打20杖。是。月儿，放开姑姑！月儿，放开姑姑！月儿，姑姑！月儿，月儿！韦后，魁姑是奉先王之命来照顾弟弟和我的，一向循规蹈矩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念在他年纪大了，受不起这20杖，望韦后饶过魁姑。母后，求你放过魁姑吧。即便是先王之名又如何？先王仙逝多年，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，以为可以永远得到先王的庇荫？都是月儿的错，都是月儿的错，请韦后责罚于我，放过魁姑。他是奴婢，带你们受杖那是本分，你们还为了他自请责罚，真是失了体统。好了，祭奠时辰不等人，你们赶快起来，马上到先王的灵前奠酒焚香吧。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你怎么样？姑姑，你还疼吗？放心吧，这20杖击杖之伤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姑姑挨打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不管有没有理由，他都会给这个下马威，这叫杀威棒。我恨他。不，月儿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呀，不是恨，是忍。忍到几时？忍到我们回宫。那个女人，姑姑心里清楚，你娘亲和举姬都死在她的手里，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。只要能回宫，在宫里熬上几年，等蓉儿分封了，我们就能平平安安的跟他到封地去了。月儿明白了，为了蓉儿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一定忍。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爱妃免礼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拜见大王。大王累了一天了，臣妾备了点薄酒，给大王解解乏。爱妃不忙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？下去，下去。是。爱妃，
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，捉住了寡人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，只要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先别急，臣妾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快问快问。臣妾问大王，你对芈月和她弟弟今后有何打算？今日真是奇怪，屈子来向寡人提议，想让那芈月、芈容回宫受教，母后呢就坚决不同意。现在你又来问寡人，为何呀？在陵园时，芈月曾帮助过臣妾。哦，臣妾觉得这件事情，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。听说芈月和她弟弟在陵园已经守了6、7年，就算是给先王守陵3年，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？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长期流落在外，不受6艺之教，太失体统，传出去岂不成为世人的笑柄？爱妃所言极是，那就依爱妃的意思，让他们回来。大王这是答应了？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等一会儿寡人捉到了你，自然会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来来来，给寡人蒙上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哎、大王，我在这儿呢。大王，你快来呀！哎，哎，母后，舒服吗？微后，听说大王要让芈月、芈容他们回宫了，连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，大王自然是顺水推舟了。那个芈月自小是个害人精，微后可得留意了。母后不用过于担忧，婴儿想将那芈月收进宫里头也好，放在外头太让她逍遥自在了。收进来，再厉害的精怪也不敢在母后面前兴风作浪啊。瞧瞧，这偌大的后宫，属婴儿这张小嘴最会说话。哼。拜见微后。起来吧。大王有令，让你等回宫。芈容由魁宫侍候入住云梦台，芈月进高堂台给舒公主作伴。我思量你虽然不通琴棋书画，但粗活应当不错。以后记着，日日把这大殿的台阶给我清洗干净，然后拔草扫院子。再有功夫就要悉心照顾舒公主的起居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戴瑁，好好训导她，让她懂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这擦地的活姑姑帮你干。回宫记性这么坏呀？才几日就忘了那顿杖责了？姑姑，你带蓉儿回去吧，这点活我干得了。月公主，在奴婢这儿可别想偷奸耍滑，好好干活吧。回去吧。微后，舒公主戴这只金簪如何？那这只呢？好啦，今日习练少司命祭舞，时辰都要到了，戴哪个不一样啊？就它吧，快点儿。随他吧。月儿，月儿，姐姐，快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管他哪里，走就是了。快走。月公主，台阶擦干净了吗？
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舒公主，微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习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月妹妹不许看本公主习练祭舞吧？走。姐姐已经苦练好些日子了。4个月后，大王宫中祭祀大典，要选得道之人献祭，他是志在必得呢。好。2位公主辛苦了。舒公主，这支少司命祭舞您习练的不够，此舞中要有手捏兰花的优雅，舒公主似有所不及。此舞却不是舒儿所长。舒公主的不及在于习练的不够，殷公主的不及却在于习练的过于刻意。我哪里跳得不好啦？难道习练多了也是错吗？公主们天生娇贵，生而自有俸禄彩艺。若论习练琴棋书画、礼乐骑射，乃至于女工厨艺、当家理政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不至于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、雅俗不变、遇事不知。所以，让公主们习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叶儿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呀？诗书都没读过几句。你说。我想，既然让公主们练习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那宗旨便在于广，而不在于精了。月公主所言极是。若论厨艺，无不如庖丁；若论女工，无不如缝人；若论歌舞，更是怎么也经不过那些方士的歌舞伎们。但是学了这些，我们可以鉴赏，可以评点。殷公主，您过于醉心这些墨道，未免买椟还珠。正声味乐，原也不是君子所好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什么女士啊，根本就是个马屁精，只会奉承狄公主。舒公主做什么都是楷模，舒公主跳得不好，也自会得其精髓。我明明比她好过很多，却成了买椟还珠了。公主，仔细脚下。贱婢，为何把本公主引到坑里？婢子并没有。还敢多嘴！殷姐姐不必使气，没有跌伤便好。跌不跌伤是本公主自己的事儿。可笑的是，如今出身微贱之辈，也都来冒充公主，还到处称姐道美。殷姐姐不是未老先衰，目力苦短吧？这长廊平坦本无坑洼，你怎么就能看出坑来了呢？所以看人低矮猥琐也不足为怪了。月儿，姐姐，你们这儿好热闹啊，何事如此有趣？月儿听说殷姐姐近来贵体欠安，经常耳聋眼花，有病切勿耽搁，要找御医及早医治才是。月儿，杨灵台那边好热闹，陪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你竟不知，今日判宫大比，武比在郊外，文比就在杨灵台呀。有文比，还有武比，甚好。于我所欲也。
兄长，亦我所欲也。算了吧，这会儿要去郊外，太阳都要偏西了，还看什么舞比呀？陪我去阳灵台吧，走吧。走。公主，是否即刻回宫？多嘴！我也去阳灵台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快来呀！是那边吗？就是那边来。哎呀，好多人呢！是啊，他们都来参加今日的文比啊，个个都是气宇不凡呢。今日啊，真可谓是人才荟萃呢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是啊！我看看，让一下我看看。那个美少年是谁呀？我知道，那个呀是唐乐。那个就是写章台赋的唐乐呀。听说他和宋玉、景差三人被称为继屈子之后年轻一代的3大才子呢。是吗？哪个？我看看。舒妹妹，你看，后面那个更是气质不凡。是穿黄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第4个穿红衣服那个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就是写《大昭之赋》的景差。原来《大昭之赋》是他写的，辞藻华丽，读来倒也唇齿余香，只是过于米粒了。其实《大昭之赋》不算什么，最厉害的是屈子新收的徒弟宋玉，据说能歌能赋，而且长相还格外俊美呢。哎，你看，景差后面那个就是宋玉，看见了吗？还真是好模样，但愿内外皆是一般的锦绣。我看这场上的公子们都是才高8斗，学富5车，可不是，我们大楚人杰地灵呢。就是啊。世子们倒也一个个都玉树临风的。爱妃春心动淫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。更何况是食色性也，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男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做打算呢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家姬之礼，故见君子云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个国君的。听说这次5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呀？可是东向而立之人。正是。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3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，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宋？黄公子越上一车，唐乐也不错呀。对呀，习诗之所以先习宋，宋乃宗庙之礼。习宋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这样便可以典籍面
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月儿适才还说殷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五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的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劲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正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。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颂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黄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诗人有果然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日比文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谁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，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。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论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见？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不足故嗟叹之。情即为志，志即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啊。小人孟浪多有得罪，不知公子正在洗脸软鞭，迷因打扰了。本公主刚刚在这丢了个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离去，未见到公主的香囊。公子面熟，敢问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啊，原来是公子歇。前日判公文笔，你一举夺魁，据说那些什么宋玉、景差、唐乐都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总算不负屈夫子教诲。只是不负屈夫子吗？还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没有辜负本公主的厚望。赛前我曾与人打赌，说你必赢。承蒙公主教诲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！我又没聋，叫活似的喊我做什么？本公主的香囊丢了，你快去别处寻寻。是这个吗？公主，您不是一直让婢子帮您拿着吗？黄歇先告辞了。是个呆子。公主，您是在训斥灵儿吗？你也配？姑姑，回姑，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魁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仪表堂堂了。蓉儿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在郑伯那里可安分？
听说读书不大用心，但极喜爱舞刀弄枪的。男孩嘛，喜欢刀剑也是情理之中，让葵姑操心了。啊，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针线，拿去给郑伯，到集市里多少能换些银两，补贴家用。葵姑，你看看，你在威后那儿受尽苛责刁难，还要想办法接济2个弟弟。玉儿这针线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已经有些日子了，看什么呀，眼前都是雾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热闹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里长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这是积劳成疾，是给累的。宫里常年克扣陵园的钱粮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爷爷苦熬做针线出售，我和我的2个弟弟早就被冻死饿死了。不必如此惊慌，姑姑的眼睛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熬到你和2个弟弟长大成人，是不会瞎的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见，公子用鞭抛石的技艺又有所精进。精进什么呀？跟师傅比，只有惭愧。急什么？总有一日徒儿会超过师傅。哎，你看这鞭如何？我看这手艺，像是宫中最好的工匠所为。男儿所用的大鞭都较为粗壮。这条鞭子看起来似乎略略轻巧了些。轻巧了吗？那正好送给月儿用。月儿挥鞭如流星闪过，此鞭就叫流星鞭吧。男子持鞭也有大小长短之分，大的强悍，小的轻便。公子这支鞭做随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这样吧，月儿替我先存放几日如何？适才我见你在地上寻寻觅觅，不知你在寻觅些什么？葵姑患了眼疾，女医治曾告诉我，野菊、金银花护肝明目。我已然采集煎汤给葵姑饮用，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说黄连清热解毒、泻火燥湿，若能将新鲜黄连的根茎碾碎，敷于眼疾处，效果极佳。可我寻遍宫内外，却找不到一株黄连。楚国虽产黄连，可是都长在高山峻岭之处。若要在这隐都寻到一株黄连，恐怕是难了。有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哪儿？走。你老牵着他干什么呀？带宝官出去溜溜，别老戳在我眼前。是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在魏后那里用的晚膳，原本要来咱们兰柜台的，但魏后说赵姬怀孕，多日不适，硬是逼着大王去了赵姬处。昨日大王就去了赵姬处，今日又去，也不知道魏后收了赵姬那个小贱人多少好处孝敬，天天袒护他，处处与我作对。去，差人告诉大王，
说公子兰病了，我看他来不来。是。你真以为这有黄连？大王宠信郑袖，前不久让人出去搜集了许多隐都很少见的花草，都移种在这里，据说不乏药材，咱们可以试试。去看看。走。你看看，这园子里多少难得一见的兰花香草。可惜郑袖是个俗人，这些花栽在这儿真是白糟蹋了。夫人，魏后来了。怎么搞的？大王没来，他却来了。扶我。是。拜见魏后。拜见魏后。我听说公子兰病了，难道南后也病了？南后连日照顾公子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结，心力交瘁。身为后宫嫔妃，就算儿女有疾，也要衣着鲜洁整齐，不可任意放纵，不顾妇容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前几日母后教训臣妾，让臣妾动不轻狂，笑不露齿，衣着简朴。臣妾就是按照母后的意思做的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母后。大王，子兰病了，臣妾只顾悉心照顾孩子，蓬头垢面，实在有损嫔妃的身份，请大王恕罪。爱妃快快请起。大王，看着爱妃如此辛苦，寡人很是心痛。是谁说爱妃有罪啊？何罪之有？母后正在教训臣妾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后宫佳丽众多，大王这等疼法，只怕是疼不过来吧？母后教训的对。本来听说大王要在赵姬处留宿，让大王这样匆匆赶来，臣妾的罪过就更大了。子兰到底病得如何？刚才让太医看过，子兰体弱容易积食，需要时时小心照料。带寡人看看去。大王请跟我来。瞧，水会五味子，它浑身是宝，能祛风活脉，调气止痛，清肝明目，果子成熟后还香甜无比。既然如此之好，咱们就带回去给魁姑，这也算物尽其用。好啊，摘下来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玉儿，快来！黄连，这叫梨，也叫野灰菜，可以做汤，可以烹菜。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连极为相像，但味道却是很鲜美的。玉儿知道的真多。也许今日咱们白来了。再找找。有了，黄连，这就是黄连。快把根挖出来。什么人？侍卫！
来一刀，不是难事儿。侍卫来了，被他们抓住可是大罪，快跑！小心点，小心！站住！快走！你是何人？敢擅闯兰桂台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带走！大胆黄歇，你身为太子的伴读，竟然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若真的偷鸡摸狗也好，为何把园子搞得一塌糊涂？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。是黄歇做的，就是黄歇做的，没有理由。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难不成跟我这园子有仇，跟我的宝官有仇？哎呀，黄歇啊，你要是这般死硬，就不要怪寡人对你不客气了。来人！大王，有人来投案自首，说大王抓错了人犯。什么？投案自首？带他进来。是。月儿，你来做什么？今晚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芈月所为，望大王威后、南后，责罚芈月，不要错怪黄公子。不要听芈月胡说，此事是黄歇一人所为，与芈月无关。狗是我打的，花草是我踩烂的，你是一边看热闹的。侍卫抓住的是我，谁看见你做了？好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黄公子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，将这糟蹋花草、打狗之事由他一人承揽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芈月向来刁蛮无礼，这倒是像他的做派。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有人招供，也算是有了眉目。至于怎么处置，芈月是罪魁祸首，从陵园回宫才多少时日，就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。大王要以一警百，严惩不贷，以免他带坏了后宫的公子公主们。至于那黄歇受人蛊惑，不懂礼法，也该给他点教训。母后所言极是。大王，敢问大王，这兰桂台是何人的寝宫啊？爱妃，你是说笑呢？这兰桂台自然是爱妃你的寝宫啊。那大王为什么不问问臣妾，该如何处置闯入自己寝宫的人呢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想要如何处罚这闯入你寝宫的人呢？月妹妹，你这淘气也淘得太过分了。我与你打赌，说你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我的后花园摘我花草。我说不信，你不仅动真格的，还找来黄公子做帮手。然后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看我怎么罚你。芈月任性不懂事，任凭南后姐姐打骂。大王，你看看你这妹妹，娇嫩的跟朵花似的，我哪舍得打她骂她呀？你呀你俩怎么还不起来？真打算在我这跪一夜呀？此事不能就这么了结了，以后后宫还有没有规矩王法了？母后，这都是自家人，这规矩王法不都是大王一句话吗？大王，你得给臣妾做主，我要芈月和黄公子给我的宝官赔不是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芈月、黄歇，一会儿给宝官赔不是。大王，大王，这园子是爱妃的，宝官也是爱妃的，您说这事儿该如何了啊？这个园子是爱妃的园子，宝官也是爱妃的宝官，这件事情自然是爱妃说怎么了，那就怎么了了。谢大王。不成体统。外面天黑路滑，请母后慢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蜜罐子！你们俩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？谢大王。谢大王。谢谢大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要怎么谢我呢？
等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没出去啊？站住！你俩与我说实话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到我的园子里究竟干什么来了？芈月有一至亲病了，需要一味草药，正巧这草药长在了南后的园子里。哼，又是草药。你芈月真当自己是扁鹊在世呢？南后宽宏大量，我才不宽宏大量呢！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幸亏我的宝官生得不重，否则你们……谢南后，谢南后，你俩给我记住了，今日之后，你们可是欠着我的，自求多福吧。母后还在为昨日的事情苦恼吗？区区小事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今日我叫你来，是听说五国使臣不久要到郢都，商议与楚国联姻之事。几个公主都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尤其是舒儿，她是你的亲妹妹，我们更应该为她早做些筹划。母后放心，舒儿的婚事，寡人从不敢掉以轻心。舒儿是我大楚的嫡公主，在寡人看来，想觅得佳婿并不难。在这几国当中，韩国的韩侯已婚，齐国齐王年老而齐太子尚幼，都不合适。或许燕国的太子哙、魏国的太子赤，还有赵国的赵侯雍，可以斟酌取舍。燕国太远且暗弱，魏国在走下坡路，而且求婚的是太子，都不如直接嫁给诸侯王最为有利。说起来，赵侯雍是最好的备选。他15岁继位，如今20多岁，且赵国都城邯郸又是出了名的繁华绮丽。寡人也听闻，这个赵侯雍胸怀大志，才智惊人，在列国当中倾慕他的公主不在少数。当然，他们要想与舒儿比，那就是烛火之光与日月争辉了。再者说，列国之中，我楚国最强。试问有哪一国的国君太子不想娶我楚国的嫡公主为王后呢？还有几个刚行过家姬之礼的公主，我也有所打算。愿闻其详。公主芈音乖巧伶俐，平日在宫中对我也是恭敬顺从，或许可以嫁给魏太子赤、燕太子哙。母后所言在理。那其他几个公主呢？寡人记得有个公主叫芈京，还有昨晚闯祸的那个芈月。芈京倒也罢了，至于那个芈月，她是应生的女儿，将来也只能做应，做个陪嫁。琴儿，去外面把月儿给我叫进来。是，月儿，快来。你看，为何你绣的香草呼之欲出，能引来蝴蝶？可是我绣的花儿垂头丧气，愁苦不堪，气死人了。天下哪有长在丝绢上的花朵？若想绣花，先与花作伴。舒姐姐该多在园子里走走，心里沾上了花草的灵气，绣在丝绢上又有何难处？可是母后最不喜欢我出去了，哪像你10条绳子都拘不住你。哎，昨日晚上我去你房中找你，你房中无人，偷偷溜到哪儿去了？自然不会告诉你。不告诉我算了。让你不告诉我，让你不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快了你了！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就是公主。舒公主，刚才我从魏后的屋前经过，听到魏后在和大王商议公主们的婚事。说了什么？说是列国的使者们马上要到郢都来，向公主们提亲。哦，还有呢？还说了有一个叫什么强秦，是秦国。哦，那就是秦国吧。
据说秦军营祀的王后都过世1年了，一直未纳新宠，所以也有可能来求婚。有人与我提起过秦国，说那里的人粗蛮彪悍，一个个茹毛饮血，可怕极了。哦，还有西北的烈风，绝对不是我们楚国女子能忍受得了的。我听到的秦国可不是这样的。我听说秦人个个身形魁梧、高大，英勇善战。那你嫁到秦国去好了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俩一块儿嫁过去了。大姐，大王还没有出来。从早朝后就进了交房殿，到这时候没有再传唤任何人。哦，楚离子，大王跟老农吩咐我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大王若恼，怪罪我好了。楚离子，楚离子。王兄，你跪在这儿做什么？臣弟知道王兄御陵后伉俪情深，听说王兄从午前就进入这交房殿，整整1日，粒米未食，滴水未进，臣弟难免有些担心。今日是他的忌日。过去1年里，因大秦千里之地尽系于寡人一身，所以从不敢废弛政务，有懈怠之心。唯有今日是个例外。寡人和他说说话，让他知道寡人的心事。不知王兄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寡人告诉他，天下大事，非归秦即归楚。听说楚国的屈原游历5国，正在游说诸侯合纵，与秦国作对。我们不可任凭他们鼓噪而无所事事。再者，国不可常年无后，后宫不可永远无主。寡人的后宫已经空虚1年了，所以楚离子，臣弟在。你可愿随寡人去楚国走一遭？去楚国？不错，去看看楚国的山川人物，给那些搞合纵的家伙添点麻烦，顺便娶个楚国公主回来。臣拜见大王。众卿免礼。谢大王。退。归坐。屈子，臣在。此番出使成果如何？禀大王，臣此番出使已与列国达成协议，齐、燕、赵、魏、韩5国已经答应4个月后与我大楚在郢都举行会盟，并且各国都有意与我楚国联姻，一致推举由我楚国
作为合纵长，共同联兵对付秦国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此番大王为合纵长，实是我楚国大扬国威之时。屈子实在有功，此番郢都之会，就由屈子一手操办。臣遵旨。屈子快快免礼。臣以为，会盟之时，诸王齐聚郢都，屈子一人恐怕过于操劳。言之有理，那就劳烦令尹朝阳协同屈子。公尹昭居和大夫晋上都办事谨慎，也可协同屈子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屈子意下如何？臣以为，晋上大夫事务繁忙，公尹昭居一人辅助即可，请大王恩准。准。绿叶惜素枝，绿叶惜太素子枝。公子歇，门外有一公主要见你。月儿，月儿，是殷公主。皇公子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感激殷公主挂牵，不知殷公主找子歇有何贵干？上次在后花园看到公子把玩软鞭，技艺娴熟，那软鞭更是模样稀罕，猜公子定是用鞭的行家里手。俗话说，好刀配好鞘，好马配好鞍。我这里有块上好的玉髓，如嵌在鞭柄上，正配得上公子的鞭子。你看看这块玉髓，是否合公子的意？这块玉髓是我母亲当年出嫁时的陪嫁。楚国尽管富庶，宫中宝物无数，但像这样好成色的玉髓却是不多见的。多谢殷公主厚爱，只是此物过于贵重，子歇绝不敢领受。更何况是你母亲所赐，理应珍惜，怎可随意送人？这也是本公主的一片心意。无功不受禄。太子还有事传唤，子歇先告辞了，多有得罪。公主是否即刻回宫？皇歇，刚才竟然把我当成芈月。依灵儿看，公主和月公主的背影还真有几分相像呢。你这半吃半呆的婢子，要你在身边有何用？回去。公主。你又偷着跑出来跟我去看小玉，若让魏后知道了，说不定要怎么责罚。好不容易才弄到出宫服，等到下次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不过就是给永香令白做2套衣服，什么何年何月？葵姑的眼疾，用药这些天可有好转了？大好了，好像突然看阳光都亮了许多，穿针引线，别提多顺手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松手！怎么回事？松手！快松手！下去看看。打你了！臭要饭的，快松手！松手！松不松手？哎，别打！哎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舌头若不在，岂能说话？若先生好，好。葵姑，他是死了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不过看这个人的样子，真怕是伤得不轻。葵姑，我们把他扶上马车。月儿，这个人满身是血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扶养小冉的郑伯那里，我记得有伤药。
些绣品来。啊，对，这是上次卖绣品得到的钱，你先拿着。用不了这么多，我拿走一些去补贴云梦台的用度，剩下的留给你。你抚养小冉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要帮我卖绣品，这就见外了。你的针线是绝好的，每次拿到集市上，这个也抢，那个也要，不一会儿就卖光了。那这些东西仍要劳烦郑伯啊。只是有一事要牢记，千万不可说是宫中流出来的。那是当然。月公主大小也是个公主啊，宫中清苦，竟遗之于私。多亏了你这用心思补贴。不必多说了，这几个孩子命苦，待我又孝顺贴心，我恨自己只有一双手，贴补不了那么多。姑姑，这个人醒了。月儿，先生是何人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叫芈月，这是葵姑，这是我的弟弟小冉，这是郑伯。哎，先生，别动。恕在下不能失礼了。不用客气。先生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张仪，两位令尹朝阳门下的门客。朝阳丢了和氏璧，因我医伤寒酸，应赖我偷盗，百般拷打。谁料到张仪本是个绝世之才，我一块破石头差点丢了性命。和氏璧，就是那个自生泥光，冬如暖炉，夏如冰，能护身辟邪的至宝。你们觉得它是个宝物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同为偷盗，却有大小之分与礼数之分。都知道朝阳心胸狭窄，为人多疑，触怒了他就如同找死。何况世人都是先敬罗衫后敬人。张子受了委屈，不如在这里暂时栖身养伤。是啊，我张仪身无分文。你看我们像有钱人吗？不过先生的衣裳实在过于褴褛，我和葵姑倒是可以为先生做件新衣。一件衣裳难死了张仪呀！我本打算凭着真本事来打天下，如今我清楚了，大争之时，人心险恶，能随机应变，能屈能弯，方有胜算。老天有眼，还给我留了一条3寸不烂之舌，凭它，今后我一定说出个天下，说出个天下。姑姑，这个人大约是被打傻了，坏了脑子，所以他才比别人更可怜。月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好。小冉，这2卷《左氏春秋》留给你看，你要争气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小冉知道了。郑伯，这位先生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先生，我和葵姑就先走了。楚国的道路似乎比我们秦国要宽阔些。楚人好乘车，我秦人好骑马。马车行驶的道路自是比驰马之路要宽阔。也是，我们一路行来，看到楚国的马车和我们秦国的马车确实如此甚为不便。如果将来能够统一车轨，从我大秦修一条驰道，横贯魏国，直通楚国，岂不快哉？王兄此言大有深意，这是要一统天下呀。只是眼下，首先要对各国各个击破。
他们楚国可以许给别人好处，我们也可以，不就是比谁给的甜头更大吗？可是寡人却是个只爱吃甜头，又不想给好处的人。那王兄如果娶了楚国的嫡公主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只是臣弟担心，万一那嫡公主长相丑不堪，放她在后宫，从此与寡人两不相干。好了，楚离子，你我也许久未动了，如此可放马力，看你我所乘之马哪个更健俊。王兄若有此幸，臣弟哪敢不从命啊！去！舒妹妹，你看好看吗？嗯。就好，别怕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醒醒！月公主怎么办呀？舒儿，你还疼吗？好多了。禀报微后，舒公主虽说受了伤，但并无大碍。要说舒公主也是有福之人。 若不是月公主及时将毒血吸出，再用牛舌头草敷在伤口上解毒，恐怕真要费一番周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今日亏了月妹妹去取东西，路过后花园，舍命救了舒儿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软鞭也碍眼，谁知今日倒还派上用场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儿有心。 以后就让他守在我舒儿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珊瑚在，一会儿到我那儿拿几件衣服赏给芈月，看她穿的，哪像个公主，简直就是个野小子。是，母后，月妹妹穿成那样也是迫不得已。她每日擦地、拔草、扫院子，还能穿什么像样的衣服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她好，想让她历练历练。既然 擦了那么长时间地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玳瑁，让她以后跟着舒公主多学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姐姐，来。3月后是宫中的祭祀大典，那件用作少司命祭舞的礼服就快做好了。 我纠缠母后多日，她才允诺我可以去宫外的织坊看看那件礼服的模样。你与我一同前去，等过几日礼服做好了再看，岂不更好？谁真想看那礼服的模样了？自从被蛇咬了，日日关在屋子里养伤，闷都快闷死了，
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说起来，脂肪仍是无趣。若要透气，还不如去脂肪边上的东市，那里稀罕东西可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母后能让我出宫已实属不易，而且她特别叮嘱，说近日郢都不大太平。出什么事了？一些越人故意滋事，越人最记仇了。父王伐越时杀了他们的越王吴江，其移民四散各地。这2年，他们又出现在郢都，屡屡滋扰生事，很令人头疼。你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一出门就碰上越人，何况越儿的鞭子也不是吃素的。那就算没有越人作怪，母后派了那么多人跟随，想去东市，恐怕很难。这有何难？只要姐姐让绿萝去准备2身寻常女子的衣裳就行了。让开！快点！哎呀，这是哪位公主啊？这阵势，该是倪公主吧？姐姐，我们会在脂坊耽搁1-2个时辰，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吧。是。是啊，2个还都是美人呢。姐姐，快走！难怪人人都说楚国富庶，这里的确比秦国繁华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摩肩接踵。臣弟还是更喜欢咱们秦国的集市，遵规守纪，慢着点儿，井然有序，哪像这里混乱不堪。说的也是。哎，都来看一看了啊！不过呀，做生意还是人多了好。哎，说起生意一事，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庄，是诸国狄公主当中难得的美人啊。看来寡人运气不错。不过这秦楚联姻，还需要相宜之人搭线才能成功。王兄说的是，数年前，我与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国相遇，也算是旧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诛求无厌，不妨先用他做庄买卖。大白兔，这是兔子吧？兔子啊，看着是秃子票，是吧？啊！咱到前面再看。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2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。多东西啊！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；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？这边更好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快！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。
身手不错。小丫头，身手了得。彼此彼此。快扔这个扔这个！给打死！谢老伯施之援手。老伯是……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嗯，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先……啊，这边，捡起来。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族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舒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私斗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告辞了。走。恭喜王兄。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见那女子自称舒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。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舒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还好有惊无险，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、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
明明是姐姐，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死丫头。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禀报大王，何事？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眼下诸国均派使臣以联姻的名义前往楚国，他们企图在郢都会盟，共同对付我们大秦。哼，真的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来者不善，需多加提防才是。没什么可慌张的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寡人还要多住几日，想办法多得到一些楚国的文化典籍、刺绣、养蚕等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招揽楚国的英雄贤士，娶到楚国的嫡公主。寡人要布一盘好棋，一步一步的走。这先走哪一个棋子呢？你打算修一下胡子吗？我，臣弟敬谢不敏。屈子，你可知秦王嬴驷已到郢都？是。一边是3月之后5国使者即将到来联楚抗秦，一边是秦王嬴驷已经抵达郢都，要与我大楚联姻。屈子，你看此事当如何是好啊？大王，值此合纵抗秦之际，臣以为大王当即刻将其驱赶出境，向诸国显示大王抗秦的决心。大王，屈子所言万万不可。秦王为求亲而来，愿娶我大楚公主，结姻亲之盟。秦王曾言道，7国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只有秦国与楚国，秦楚联盟，退可震慑5国，安定城邦；进可并吞5国，平分天下。由此可见，秦王对我大楚心怀友善。秦王来我郢都，若寡人直接将他驱赶，未免有些不讲礼义了。大王，乱世之中，7国争雄，我楚国与秦讲礼义。若有朝一日大王与秦王逆位而处，那秦王未必会和大王讲什么礼义呀。你是在诅咒大王日后会被秦国所擒吗？臣未有此意。然秦王乃虎狼之辈，大王切不可姑息养奸呐。大王，2国交兵不斩来使，更何况楚国和秦国并未闹翻。5国推举大王为合纵长，那是因为我大楚强盛，更是因为大王道德楷模。若大王对秦王做出败礼负义之事，那岂不为全天下人所耻笑？如今是争雄之势，礼位之崩，乐位之坏，众人都不讲礼义诚信，然我大楚一直礼义为先，驱赶秦王夷人口实，是寡人平日所不取的。大王，3个月后，5国使臣将至郢都，此事皆是据闻。
秦王就在郢都，自然不会不知晓楚国欲与吴国立合纵之盟，而这一联盟将大大不利于秦国。秦王此来，必是期与大王连横，破坏六国合纵啊！大王，在合纵盟约定成之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大王若会见秦王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会引起五国使臣的猜测。也许，这也正是秦王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大王，秦王也是一国之君，乘意而至。大王若不见他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？大王若觉为难，臣有一字可应对秦王。何字？托。托？大王既不说要见秦王，亦不说不见秦王，只言身体不适，事务繁忙。若稍有闲暇，必与秦王杯酒言欢。那要拖到几时？拖一时算一时。若能拖到楚国与吴国结盟拟定，秦王听闻必将遁走。倘若再厚着脸皮求见大王，其生死荣辱，均已操于大王之手。众卿看呢？这个主意好。大王，臣以为还是不见得好，省得麻烦。大王，臣也认为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善，那寡人就依屈子所言，拖他一拖。大王，楚王推脱身体不适，避而不见。什么身体不适？明明是托辞。那就用不着跟他多费口舌，定是有人给他定下了计谋。世间之物，多不可强取，但可迂回。寡人想，那朝堂之上并非铜墙铁壁，你不妨与你的老友靳尚再多走动些。臣弟已赠予他财物，那靳尚过贪是典型的小人之才，给他好处向来是有一报才还一报。这种人正合寡人之意。靳尚向来自负，善于钻营和游说，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，有着与其才华不相称的勃勃野心。寡人不怕他贪，就怕他不贪。给他一颗大大的鱼饵，让他为寡人钓上楚国最大的鱼。此外，寡人要娶楚国的嫡公主。那俗话讲，强拧的瓜不甜，寡人求的是瓜熟蒂落。上次东市偶遇，可谓天作之合。你不妨去告诉靳尚，让他多留意那边的动静。